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有民众连续一礼拜休3天的提案，有超过5700人复议，提案已经通过，所以劳动部必须爱伫12月初7进前做出着回应。劳动部长洪信涵讲，会收集到各方的意见，针对无同类型的劳工甲企业做相关的评估。高点行到声真侪台湾人有偌爱去日本看统计数字，就知今年10月超过59万人，是排全世界第3悬的，敢若较输南韩甲中国。若是当放搁较侪假的，无得较这个数字会搁较侪。为民众发起一礼拜休困3天的连署提案已经通过啊。我蛮支持的，可以少上1天班。如果只上4天休3天，我觉得是有点多，感觉没有就是上班的感觉。薪水一样的话，当然会觉得很好啊，不过会有点担心说这样台湾的整体产值会不会降低？民众对一礼拜加休1天看法无同，按有关一礼拜休困3天的提案有5768人复议。10月初7通过了后，劳动部都要伫12月初7进前做出回应。会来收集各方的意见，然后因为各种劳工的类型、各种企业的类型的意见，来去做相关的评估。以2026年来讲，目前上班日250天，休困日是115天。家庭讲上班日改做拜9拜4，每个拜5、拜6、礼拜拢休困，有机会加放46天假。不过这个天数只是估计，实际状况都要看政府的规划。若是真正实施一礼拜休困3天，各产业的影响嘛拢无同。科技业啊、新创产业这些，在招聘上本来会比较有弹性的产业，可能会更加具有优势。零售啊，或者是餐饮啊这些内需市场产业，可能大家会更愿意走出来消费。面临缺工的情况之下，需要更多人来排班，恐怕人力上会有所吃紧。那讲到台湾的经济主力制造业甲进出口的产业，为着要补生产线的卡手，恐惊成本会增加真济。咱国平均工时关到排全世界第5名，要安怎伫劳资之间取得新的平衡，有待各界好好去研究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